看看 YouTube 那边可以了。好，大家好，大家好啊！又到礼拜六的晚上，这个我叫六力的，不要马上开始的，怎么没发现？来了。好，呃，开始了，那个 YouTube 开始了，就谢谢大家，有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那个六力的会客室，这一期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叫William Lui 我知道中文发音不好，是饶尧对吧？鲁尧，sorry，鲁尧，但是业界非常有名的人，在电信尤其在电信，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来我的 CTCP 课程，然后当时他是四方电讯吧，应该在四方电讯工作，然后就大家有一些来往，他就有很多背景，我在YouTube 上面有写他的背景，我就不讲了，不然讲完都去了一半时间啊。那就他背景非常丰富，然后他曾经是好像现在没有做了，就是那个 TW NOG 叫台湾 Network Operator Group， 叫台湾网络维运社群，就他很非常的 good， 他非常好，就他之前是每年做了几年吧，对吧？就有经常请很多不同的电信相关的人，他的聚会非常的大 ，OK， 就 operator 供应商客户就是很多人，我也很荣幸，他就曾经请我过去帮忙讲 data center，OK， 非常感谢。就还有一个事情呢，令我非常意外的，他是台湾人，但是他的广东话非常好。OK 啦，我以为是香港人，所以好了，我不阻大家时间，就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对话。OK， 你好的，Leo， 谢谢你邀请啊 ，Thank you， 很高兴在YouTube 上看到能够跟大家交流了，虽然看不到大家，但是希望今天的交流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谢谢。OK， 因为我知道你的背景非常的丰富，我们就直接我准备了有几个问题了，就请你来分享一下。OK， 好的。OK， 第一个呢是因为我知道你有电信有网络，现在在 Meta Singapore， 所以你就很宽嘛。所以能不能够分享你当初投入这个电信那个所谓的网络的原因呢？然后你，因为我们读书出来都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找寻方向嘛，所以你什么机缘原因你进到这个行业，然后你如何决定你投入某一方面的深入去做呢？OK， 其实这真的是个机缘啦，因为我在台大的时候念的是机械工程啊，就是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其实跟 telecom 是比较摸不着边的 ，right？对，但是呢，我在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去台湾嘛，去当兵了。当完兵之后呢，其实也是就是跟一般的新鲜人一样在找工作，没有特别锁定哪个行业啦。那个时候呢，其实有在机械业，其实有短短的待过了2-3个月。那实在是后来觉得不太适合这个机械这个行业的发展了，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被鸿海啦、IBM 啦录取了，那但是就觉得这个这么辛苦的，可能是这个不止朝9晚5的生活，可能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呢就这个因缘际会下就投了履历，看到了这是四方电讯。那四方电讯那时候是那个
Internet 的 ISP 的代理商咯。所以从四方，就是那时候，就是 Internet 对我来说，其实是真的是对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是个很新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只有就是比较常用的是 BB Call 咯，传呼机有印象。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台湾那时候的 Internet 都还是拨接的dial up 的。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 Internet 东西很新，然后很有趣。然后那时候的四方呢，其实规模比现在小很多啦。然后在那个承德路那边一个小小的 office，几十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公司新的很有趣，然后就进去试试看。那四方电信是中华电信下面那个子公司，好像对吧？对对，后来是，那时候还不是，那时候还跟中华电信只有代理商的关系。OK，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中华，然后就开一个新的部门，一个新的公司，我一直以为这样。不是不是，这个早期的 Telecom 其实曾经也是这个百家争鸣嘛，然后台湾在就是2000年前99年98年的时候开始开放了这个国际的业者进来投资，台湾的 Telecom 业者，然后也开了一些海缆的牌照啦，然后也开了 Mobile 那些的，就是综合固网的牌照啦。那个时候世方其实那时候的资本也没有很大，所以呢就是当成是各家 ISP 的代理商在帮他们推销这个他们的那时候的 dial up 啦，或是 ADSL 啦这些拨接的服务，当然也有很多啦，什么 X.35啊 Frame Relay 啦，这些PSTN 啦，这些是，很早期的东西啦。因为现在我怕现在新一代我们讲 Frame Relay，大家不知道说什么了吧？是啊是啊是啊，太古早的技对，术。但是老实说，题外话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所谓技术，好像很古老，其实也不过20年左右。对对是。对，因为你讲那个，我有点印象，就是真的是90年代、2000年左右，就是全世界以前很多国家都叫邮电嘛，对，邮务跟电信，后来就分拆，然后很多的国家的呃电信就变成一个开放竞争。因为你在新加坡，我印象那个时候新加坡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大约对是开放对对，了更多的。所以很有趣的是，你如果像在台湾哦，常常看到是，邮局跟电信局，就是现在的就是中华电信啊，通常是在这个隔壁，就是可能对接或是邻居这样子，就是因为以前邮电的确是一家的。我原来是这样，我有印象，但是我猜现在电信当然发展呢，邮局就惨了，因为邮局其实除了账单，现在没有人写信的吧，很少，是很少咯，电子对，账单。尤其是在转型咯。台湾的邮局一直都有那个有银行的功能啊，所以还好啦。OK，谢谢。好，我请问呢，在你早期你刚才讲是开始的部分呢，有没有人或者是一些事件是影响你后续你的职业的规划的方向的？有的有的，其实很多了。如果以早期来说，我在世方电讯从这个以前是开发这些代理商了，去街边的陌生拜访了，那时候就学习到了很多，就是语言交流啊、沟通啦，然后开发，还有面对这个被客户挂电话啦，或是被这个街边的一些电脑公司啦，就是说这个赶出门的感觉，这种都要面对的。那但是也后来也是因为就是我本身的英语的关系，英语能力还 OK，然后呢又有机械的背景，所以在世方呢开始就是开始国际的电信业者啦，或是网络业者进来开放让他们进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世方就开始承接了他们一些数据中心，就机房的生意了。当时的规模还不敢叫做数据中心，就是可能是小规模几十平、几百平的这样的机房。那时候我就开始做了，就是代表世方来面对这些客户咯，可能就是主要的工作其实当然是业务啦，就是能够开发，但是呢后来当然也是如果大规模的话，就连那个 PM 的工作啦，就专案管理啦
也要做。哦，对，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接触到了很多的国际电信业者，然后看到了像数据中心啦，还有国际的网络服务这方面的就开始接触这方面领域了。哦，很厉害耶，真的。所以你选择，我在想，以你的背景，红海、IBM 全部都收入，那中华电信肯定，如果你想到肯定能进吧。但是你选一个小公司，就是你想开创一件事情，我猜是这样没错吧？就对自对对，己喜欢看到，的事情。因为说真的啊，大公司就可能是当个小螺丝钉了。那时候还年轻啦，就是想说现能够在还是，多接触到一些，谢谢谢谢，对啊，所以能够在比较小的公司能够多接触到一些面向，的确在四方的早期也的确是可以接触到各个不同面向的工作。OK，我有听过你有讲过，2000年当时有些网络泡沫，我有泡沫 听你提过一 Internet 些，bubble。可以对你分享一下当时对你的冲击吗？尤其在小公司。好的好的，尤其是在释放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深刻。我还记得那时候早期，就是我们投资了那时候的其实扩张很快的，一开始，然后呢，从腾富到丽园到红顶大楼，就是第三栋数据的大楼的时候，那时候锁定了不少的国际的客户，嗯啊，包含国际的 data center。国际的海缆业者嗯在台湾设机房的机会，但嗯是呢，就在我印象真的蛮深，在那个时候呢，就突然一切就放缓了，我们跟他们在谈的合约啦，的进度都开始变慢，然后呢，甚至他们的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就是初期啦，那个可能只有几个 office，就是一个 office 的几个人，他们的总经理就跟我说了，就说哎这个。威廉，你们要小心，因为呢，就是这个约赶快签啊，不签的话公司可能就没了。这么长。对，所以的确没有等多久呢，他们公司就破产保护了。哦那时候 ，Chapter Chapter Eleven 呢？Seven、Chapter 11的很多，yes，啊，对呀对呀，那所以客户一气就不见了。花了很长的那个时间呢。是是是，所以那时候，尤其是在四方，那时候投资的第三栋大楼，那除了我记得其中一层就是租给了，就是我曾经也待过公司 Singtel 咯，哦，心跳其他的对，OK，对对，租了一层的机房给他，其他楼层呢都是空的，我们就只好拿来租成 office。所以哦呢，我在四方的经历真的很有趣，就是做过这个的网络的业务，然后做，OK，机房的业务。也做过，其实也出租过，像房屋中介一样出租办公室给一些企业，然后甚至还做过记者，因为那时候的四方有媒体的，有出杂志、通讯OK，杂志。哇哦，所以很好玩的，你这个历程哈。是是是是，很有趣的经历。很棒。那真的，我可能也是不同的性格，有时候我看见，因为现在我上课有很多不同公司过来的人，老师说的就，因为我教学也现在在教学了，很多不同国家，外国人就很像你这种有互动的，但是啊华人呢，就连新加坡也是，因为我有时候也在新加坡教嘛，啊总之是华人就是比较安静。对对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你跟新加坡人也是这样吧？我猜比较是的，是的，安静。对对对，华人一般都比较拘束啦，比较像对对，像我这样脸皮厚的比较少一点。比较主动，很棒啊，就这样才能开创事情。嗯，是是好，是，真的。哎，那如果这样，因为我知道你在早期在四方、中华电信、Singtel BBRX 呢，就都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角色。嗯，你觉得哈，做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呢，对你个人有什么啊？因为你每一次都做不同的事情嘛，就是变成有没有对你成长，或者是突破，或者是困难，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可以。有，好的好的，就是
其实因为在角色转换当中啦，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核心的能力了，就是你的，或是当然你的 belief，就是你的想法或信仰嘿，是必须要维持的。那每个新角色的话，肯定就是需要新的能力，所以是，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要保持一个积极学习的心态咯。嗯，那像是无论在转换跑道的之前或是之中，只要有机会呢，就是要常进修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上你的课的原因了。对，只是那个像那个我在大学毕业后呢，其实也抽了一些时间呢，去美国念了一个 MBA，哇哦然后呢也去考了 PMP，然后，OK，呢也上了 CCNA 的课，也上了 CDCP 的课。其实呃，除了这些，就是在这 certificate 方面的增强以外呢，跟业界沟通也很重要。所以其实是，我也很感谢在世方电讯啦，或是在Singtel 啦等等的工作的时候呢，有机会去参与很多的这个国内外的一些论坛，那嗯，也甚至参与了演讲，然后这也跟后来我就是这个成立这个 TWNOG 也是都有关系嗯，的。就是在这国际的会议上面呢，能够看到真的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的立场，然后呢，那当然要多相比较，没有说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你要是看过，你有 exposure，你是是是，才能够去判断，然后呢去形成自己的想法或是洞见，right？所以从这个参与很多活动，然后呢培养自己的本身的能力以外呢，就是这些就是也会帮助你在后来的职涯上面，就是你要在是找工作啦。像 Singtel 就是也是之前四方的客户来，那啊北电呢也是因为就是其实在四方的时候也有跟北电有很多的交流，因为呢四方的第二栋大楼丽园大楼其中的 ESP 的背后大股东也就是北电，所以那时候也跟北，OK，电直接的交流来，然后诶请您说。教一下，北电 Northern Telecom 现在还在吗？抱歉，他也是过去已经烟消云对，散我一个。因为以前我做不好意思打岔了解，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出来做电话工程师，那个时候呢，我是安装维修很早期，就是电话系统，就加拿大有两个，一个叫 Nortel，right，Yes, yes, Meridian 好像是吧？Meridian，对对呀，对我另外，Meridian 是我当时做的另外一个是那个代理叫 Mitel。啊，Mytel，慢点，这是两个吧。我当你讲到北电，我就想起，好像当然美国就是 AT&T 了。我突然对想起这个，所以但是后来好像听到没有了这个东西，是我请教你，北电应该没有了吧？对啊对挂掉了。啊对啊，我的印象中就是各不同的子公司的功能啊系统就分拆了，就分拆的卖掉。OK，真的没办法。不，我也想再回应一下了，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对你来说，我看到就是也很主动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因为我本身也是工程师出身，但是没你我其实比较懒惰，我不知道一出来就想尽快退休不用做，我是这样想的，啊，那不然懒惰。这是很实际的目标，我也希望。当时呢，我是碰到你刚才提到破产保护，我以前在一家很大的电脑公司，它就在叫王安电脑，以前很大，有印象哈，有，Dr. Wang，Wang 好像都是 Wang，然后他就在美国做的不好，早期做的很好，但是后来他就做的很差，就赶不上潮流吧，应该这样，所以他 Chapter 11。Chapter 11呢，就从美国杀到来香港，就是香港就做的很 OK，但是就担心，所以很多人走。结果呢，我就没办法了，就从做工程师就强迫就转型去做 project manager，然后就有像你稍微做一些销售，还有怎么样，然后去了也像你一样，好考 PMP，然后后来去 IBM 当 project manager。
然后他们要人开发那个产品，我就跑到欧洲去帮忙做其他的事情。我只是被强迫，我没有你那么很胖努力，我只是想早点退休，买个便当而已。不好意思，我讲的太远了。好，回来，我讲了太多废话。哎，那如果请问你，那随着你走过的很多国家呢，很多不同的市场角色，你有没有一些阶段呢？你觉得是其实并不是那么直接，就是转一个大弯又重新定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当然有了，当然有。对我来说，最大的转弯就是，有两个部分啦。一个就是呢，就是实体的工作 location 转弯了，就是其实就像你说的了，其实在，在台湾很多人呢，可能并不是这么的外向了，或是愿意接受太大的变化。所以其实台湾呢，就是愿意出国然后去工作生活的人，其实比例上来说并不是太多了。台湾其实真是一个很舒服、很棒的环境，right，很 friendly。那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最大的转弯就是第一个转捩点啊，就是去了香港工作。那时候在因为中华电信后来投资了世方，然后就是在世方的后期呢。我就加入到了这个母公司中华电信，然后那时候呢，他们就找我去了中华电信的香港分公司，是东华电信，去担任副总哦。所以那时候就是只身一人去香港，但是其实说真的，我在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还没有 COVID。哦，OK，好像是 COVID 之前的几个月。然后呢，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在世方要离职，然后要去中华之前呢，那时候正好是二大家零一九，在抢口罩的时候。2019年是吧是19？COVID 还是？是2019。对，就是19年的年初嘛，3、4月、4、5月那时候啊。OK，对，我还记得那时候呢，我们对香港的印象了，就是你是香港人，肯定很熟悉了。那时是候是在这个社会运动的末期了，是就是那时候的港府规定呢，我们就觉得很有趣，规定大家不可以戴口罩，然后 COVID 哦，就变大家又得要戴口罩，来，我对对，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末期，我晚上还可以听得到大家在唱歌，在香对港。对，我想请问他，其实我啊。当时听到你去香港，我是有点担心，老实说，因为 COVID，然后当时有政治有些运动了，其对，实香港不是那么稳定，所yes。以我当时说你为什么这个时间还去了？对啦，不过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我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考虑到，就是没有预想到这个会有 对对 COVID。对对，之前台湾、香港这个一天很多班机的，半个小时多1个小时就回来对呀对呀对，，OK 的呀。不，那时候就不行了。所以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在 COVID 期间，我大概是我整个朋友圈了，我的脸书也是几千个 friends，我大概是唯一在 post 那个出国，然后在贵宾室或是在飞机上的照片的唯哇哦，一的呀。然后因为两边都要 quarantine 嘛，那时候真的在香是是港也要 hotel quarantine，台湾也要 hotel quarantine，是或是在家 quarantine，然后 quarantine 都是很长的2个星期的那种。是，对，所以那时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了。我常常在飞机上呢，那个空服员都比乘客还要多。然后哦，进贵宾室呢，整个贵宾室我在那边坐了2个小时，只有我一个人。哇你哪里可以自己升级 upgrade 去任何地方呢？但我也不敢乱走了。那时候的机场的贵宾室是不提供那个 buffet 的那个 open 的 OK area，OK，你要直接 order 的，所以完全不一样，跟现在就跟大家一般的想法。对，因为2019之前我也是到处跑，然后因为我以前在香港嘛，就是像你讲的，经常来往台湾，我是吃完晚饭，然后去飞机场，然后半夜就到饭店，非常的方便。一天好像是30几班机以前，
对，很多现在不很多，后来现在也应该也没回到那么多吧，台湾、香港。没有了应该，然后就以前香港你知道香港国际机场就很多班机吧，那是然后COVID 就不能去了，我就有2年，2021年还是22年才回去香港第一次。当时我回到我都吓到了，第一桃园机场全部关闭了吧，那个店面什么都没有。是然后回到香港冷冷清清，那个香港机场很大，你知道的。很大，那对然后很大地方都是有一个那个铜笔字，对吧？还记对得，yes 那个 yes，走路很远，像那个学生对全部排队，他有捞完这个之后呢，就当天下午去，晚上就送到深水埗还是哪里做一个检测，再送回 yes，飞机场，我们就在那边等，或者趴在那里睡觉才能过去。对哇，那个对时间真的很伤心的那个。对对对，因为刚开始 COVID 那个 test 都要搞很久，所以得是要在是是，机场，然后在机场他也不可能 serve 你什么好的食物。我的印象也是，就对在香港咯，就拿一对个那个 burger 还是一个 sandwich ，yes，冷的，然后一个果汁就这样了。然后对好处是你如果还想要的话，你可以去拿啦。不，你在那个状况对，下，然后坐一个板凳，那个硬的椅子。然后真就像你在学的，校一样，right，就是大家空格出来啊，对对，然后有个距离人跟人，然后像你讲的，我去香港要住14天，回来要住14天，那个什么疫情，anyway，过去的过去了，算了。哎，那我对，请教一下，你觉得你转换这么多的角色，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核心的能力能够帮助？但是你有一些谈到有没有归纳起来可以给其他人的意见？就是你觉得如果你要能够 mobile 来，就是到处能够去，有没有一些核心的能力呢？刚才你有提到一些，归纳起来可以吗？可以，我觉得可能有4个是最主要的咯，就是可以可以，一个我刚刚提过了，像是英语的能力咯，因为你嗯，必须要跟世界的沟通嘛，那共同语言是就是英语咯。那台湾人跟香港人或是新加坡人，我觉得真的最大的差异其实也就是在英语啦。像我嗯，现在的印象很深了，在新加坡这边的英语教育是从小开始的，是 by 是 default，是，它的所有的 teaching language 全部都是英语的。对，所以很多新加坡的家庭现在就算是华人，就是这个的华人的家庭里面也都不太用华语了，几乎嗯，都在用英语，只是，有少数的长辈之间沟通在用华语，然后他们的华语有很多都是不是很正规的普通话了，是福建话嘛，就是因为他们对，是福建人，所以这个在新加坡都看到这个断层，但是呢。也因为这样，所以新加坡人的英语能力在小学的 level，我觉得就高过我了。明白你的意思，明对，白意思，然后还有就是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就是至少就是我是在虽然是台湾人，但是我愿意出来到各个国际去参与这些会议啦，然后跟国际的产业的朋友交朋友，所以建立这跨文化的这个沟通能力也很重要，因为你不去体验，不去理解当地的文化，像例如为什么我会学广东话的原因，也是因为我，OK，觉得如果我不懂，我要去那个国家，然后要生活个几年，如果连那个 language 都不懂，就是我怎么能够融入，怎么能够跟当地，就是你说要打好关系也好，或是做到生意也好，你不理解他们的文化，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呢？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对我个人来说，还有就是在网络跟数据中心的技术哦。所以其实就像我三不五时我也会请教您啦，就是不敢，数据中心的新的像 Liquid Cooling 啦，是，或是一些就是最新的技术啦，就是 AI 啦、GPU 啦，然后 Immersive 啦，怎么样？其实这个都是要不断的 catch up。这个无论是我们是多大年纪，只要在这个业界想要进步，我们都得要再继续 catch up。那对啊，继续。第二个了，那第三个就是在人脉的建立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 technical 东西呢，你就是
当然就是关起门来自己 study 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要把你的想法去落实，其实是需要靠人脉的咯。对，所以要愿意花一些时间呢，去跟不同的人交流，因为你不交流，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人对你的到底未来会不会有帮助，或是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你要交流了，你才能知道，然后才能够适应，然后才能够针对这个不同的功能，就是是自己的角色来调整。那最后就是你毕竟是 teamwork，even 我现在在 Meta 的新加坡，就是我的团队其实都不在新加坡了，就是我的 manager 在美国，我的团队是四散在全世界的，新加坡只有我一个。对，但是呢，你还是得要跟无论是我的 team global team 也好，或是在新加坡 local 这边的其他的 supporting， 我们叫 cross function team XFN， 是 cross function team 要能够合作。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刚刚我前面讲的那几个了，因为新加坡人 by default 你就算跟华人的同事，你也得用英文，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讲华文 ，right？ 是，对，所以英文啊这些，然后数据中心技术啦、网络技术就是他们看中的你的价值，然后你的人脉呢也是很重要，就是在你这做工作的阶段。所以呢，这些结合下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同理心哦。我们能够同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 background， 然后呢，这样才能够理解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或提出的要求是为什么，你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或面对。我很赞成了，我这个我也是，就是第一非常同意你讲，就是英语非常重要。我很早期刚做工程师，然后第一次出差去新加坡也很意外，就是扫地的洗手间的那些老人家都是讲英语的，我说 what？ 对 ，default 呀。那然后他知道我是香港，跟我讲，然后转成普通话跟我讲了，什么鬼？然后呢，就是他们中间很多语言交流，但是太厉害了。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吧？对，新加坡人很厉害，是常常在语言中，其实香港已经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例子，就是里面同一句话里面 right 有 English， 有对，甚至然后再夹一些普通话啦，这个都有的。是的。新加坡是夹马来文的。对，那个真的很夸张，更厉害。巴沙，有时候跟他们讲中文了，他说他们怎么讲沙拉梅巴基的找人了，对那种啦，或是福建啦、华语啦、英语啦，什么都讲，全部搭在一起的。那太厉害了！讲一句昨天晚上我们去哪里 dinner，you know，can，you know， 对，是吧 ？shopping，you know，project， 对，太厉害。Kopi口送这个很标准，他们的饮料来 Kopi 是Kopi 啦，Kopi 是那个嘛，叫什么？O 是黑嘛，黑就是 O， 然后呢，口送是马来话了。这个我知道。所以一个饮料就有2种语言了。对的，喝什么 tech 打力的那种，对吧？那个法力我的，you know， 很好玩。Yes， 法力很多啊，这边很重要，很重要。对啊，那你有时候也去晚上去Clarke 那些 Boat 那个放松一下。我倒是没有那么常去，因为去那边大多都要喝点酒了。对 ，OK。我个人是不太能喝酒。我知道你现在是在Meta 做 APAC 的采购 sourcing manager， 好像是对吧？sourcing manager。这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吗？好啊。这其实也是就是我本来想讲的第2个大的转变之一了，就是我去了香港是 location 的转变，然后去了 Meta 呢，来了 Meta 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去了香港，然后才能够接触到就是这些工作的 opening 这些然后呢，在 Meta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从我之前在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 sell side 转到 buy side，right？ 那在 buy side
在 buy side 的这个 function 或是你要知道的，你要具备能力肯定不同，但是还好，因为我之前的经验了，所以能够就是从卖方立场啊，sales 的立场来去是回过来看呢，就是如果要买这个数据中心，就 data center colocation，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可以提出一个 reasonable 的 ，at least 我觉得是 reasonable 的条件啦，让这些 sales 呢，或是我的 contact window 能够在公司内部呢去 get approval 到我们要的那些条件。只是当然还是很不同了，毕竟之前在台湾、在香港接触到的 regional 的provider 呢，其实还是有限的。但是因为在 Meta 呢，我要负责整个 APAC， 从北起日本哦，然后南到纽澳咯，就是整个东南亚，然后甚至包含到印度。那这些像印度 ，for example， 就是一个完全是没有概念的，之前没有 experience 的市场，而且印度人是文化真的是完全跟华人是不太一样。对，他们我也算是有点接触吧，他们跟我们是完全相反，我们很安静，他是拼命讲话，是，对不对？对，手机有没有道理都先讲一大堆。对，因为他们真的人口很多嘛，竞争压力比较大，所以他们必须要表现，有道理，就是很那个，而且他们的英文其实也是 by default 的，就是都是蛮好的英文。对呀，真的很棒。那我们听不听得懂是另一回事了。对。他们我听过一个讲法是，他们是全世界讲英语最快的一个国家。对，没错。所以能够听得懂他们的英文啊，是真的是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呀。要慢慢练习。那我插一句，因为我有点意外的是，你以前做销售就是 profit center 嘛，就是公司很重视，因为你赚钱嘛。那如果你现在做 sourcing，算是 cost center， 对不对？对。所以变成对你来说，你做工作是做得很棒，因为你两边都了解嘛。但是反过来说，会不会觉得有点浪费你的？因为你 cost center 公司就没有那种，我猜了还没有那么多好的待遇，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因为他看你是成本而不是赚钱 ，revenue generation 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 at least 在美国公司的就是外资的这种的文化里面，其实在看这个 call center， 我觉得可能跟台湾或是华人公司不太一样。他们还是很重视这个 call center 的 performance， 然后呢，而且对于这个虽然不像 sales 这个有所谓的 sales 的 incentive 啊 bonus 是，但是call center 至少在 Meta， 它 by default 它的 salary level 其实是比较高的。然后呢，他也知道，尤其在 buyer 的部分啦，他也知道，就是如果你给 buyer 不够好的条件呢，其实很难去防避，因为 buyer 很容易接触到很多 sales 会提供一些 on the table， 知道。所以这个在公司来说，因为 at least 在 Meta 来说，其实这个是对 integrity 当然是第一优先。那他也很 realistic 知道，就是你要给就是这些 buyer 的package 要够好，让他能够不会受到外面的一些利诱的影响。对，尤其美国公司它经常会应该都一样吧，就是美国公司都会经常有一些 CBT 网上的训练，叫你做 business ethics 那种，对不对 ？Yes， 因为定期要确保员工同意做完测试这种。对，很多，而且我们还除了那个以外，其实不是在帮 Meta 宣传什么啦，只是就是我的 training 之一了。每年定期的很多次的 training， 其实很多就是在保护user data 的，所以我们的被教育就是 user data 的保护是真的是priority one。even 我没有任何 access 能够接触到 user data， 我都得要上，就每一次都是几乎是
快半天，就是4、5个小时的课，这么多。对，然后都有测试的，你测试没有过，你的那个整个 session 就要重来，right？就是所以这个真的他是一是定要得过，因为对他公司本身也是个就是保证内部，他会往上面对。交代嘛，这个 对对对 stockholder。对对对，这个其实我相信啊，我没有去深入理哎，解，但我的理解应该是在美国那边的主管机关应该有要求啦。是，尤其自从 Enron 的事件呢 Yes，，Enron 美国不是跟欧洲都越来越多那种忘记了什么，就是那种系统一定要保密欧洲不是有一个叫 TD、GSP 什么，我突然讲不出来那个，对对对，是，那个吃了手机。用户保护，对对对，因对对对为欧洲是做的特别严格的，没错。对，哎，可以讲讲你这个 TWNOG 你的 baby 嘛？那讲讲你分享创立啊，然后里面有什么可以分享？很多吧，啊，对不对？是很多，对对对，但也不能花太多时间只讲 TLNOG 啦，就是我们其实真的是很感谢，就是在台湾呢，其实我觉得跟在 region 来说啦，的 NOG 比起来的话，的确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因为台湾的ISP 的数量其实是比较少的，就曾经是就是开放，right？但是后来对，很多都是就被并购了。就被加嗯，大的并购，所以这也是导致台湾在跟例如香港或是日本，像日本就是一个亚太区很有名的例子了。他们的 NOG 的活动，除了因为它人口多以外，他们 ISP 也很多，所以他们每一个 OK，NOG 的活动呢，大概都是上千人的哇哦，规模。那香港呢，其实因为香港人口比台湾少很多，哎对，但是香港的因为在国际的ISP 的市场也是比较开放的，所以 是，ISP 也是很多在这个早期啦，还不是在Regional Center，还可能还不是在是新加坡的时候，他们是在香港的。然后是呢，而且香港再怎么样也是一个 Greater China 的 center 的，是是，所以 Hong Kong Knock 的，像我去年也去了，今年很可惜时间抽不出来，去年也去了香港，再参加了 Hong Kong Knock，其实人数也都是跟台湾啊就是不相上下，大概有至少OK，200-300个人，就是在香港的人口比例来说，我觉得是比台湾还要成功的。那新加坡就不用讲了，新加坡每次也都是300-400个人，然后哦，参与的厂商啊什么的规模也都比台湾的要大。那所以台湾其实说真的要经营起来不容易，真的是需要几大的电信业者啦，还有台湾的小型业者要共同能够交流，但这也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啊，来就是嗯很多的就是在社群上面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就是哎为什么我们找一些这个是，大的业者，但是大的业者呢，在这个虽然是参与，然后会赞助呢，但是在这个在平常的维运上面的一些 comments，他们可能不能太 comments，就是回复这些障碍的原因啦，或是多久会修。嗯，但这个得要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尤其是大型业者啊，第一个他们的发言就是能够参与的这些活动呢，绝对不会是什么公司代表的公关，对，这都是工程师。他们就算再处理这些事障碍，或是知道一些根本的原因，但很多方面他们是不方便透露的，这是公司的统一回复，所以这是是也要理解，就是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就是沟通有时候反而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那么坦白的，对啊，OK。我老实说，我参加过你们的会议，我觉得非常的意外，就是真的很棒。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就当时我是美国 Bixi 的香港的秘书，Bixi 就是全世界我们分享的最大的部线工程师的协会。那起初搞这种活动呢，搞了几年，第一年呢大家都来，就不同的厂家、供应商都来。那但是呢，就过了2、3年，大家都不来了，原因就是大家因为其实是竞争对手。所以呢，你来了之后呢，就没有人
其实都很有热情，但是再来的大家因为不会带客户嘛，所以呢就变成慢慢你没有什么收入，我们付出，用公司的角度来讲，就是 marketing fund， 就是没有回报啊，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少人，然后来就没有再搞。所以我好好奇，因为我参加过你们，哇，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热情，而且愿意分享？我觉得好神奇耶！是不是因为你很有热情，所以感染了大家？我有热情也很重要啦，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其实很多我们像我人在新加坡或是在参与国际会议的时候，很多的国际的carrier、ISP、CDN 甚至 contact，他们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他们能够有机会来台湾玩？就是工作参与国际会议，参与这些 conference， 然后顺便玩。他们很想找理由来台湾玩的，但是因为台湾你说 Computex 这跟 ISP 产业不是很直接的关系，也其他的没有什么，就是当然 TLNIC 常常会办一些国际的一些所谓的会议，是，但是那个又比较偏 policy 里面，它又不是这么的可以结合 commercial 跟 technical， 所以唯一能够在 peering Internet ISP 的产业能够结合 commercial 跟 technical 的，就是 NOC 这样的活动。他们其实是很鼓励能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每年办下去，然后他们有机会来。这也是为什么能交流的原因了。因为台湾的业界其实也很少，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如果要到国外去参与这些会议，可能也划不来。那 TLNOC 是唯一能够把这些国际的业者，然后国际的一些客户都通通拉来台湾，然后直接做交流的地方。很棒耶！所以大家都，尤其就是国际化。我现在有想到就是国际化，因为当时我做主要是香港内部，对我现在学到了，如果更多国际化，大家就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了嘛，就是很棒，也比较多的交流咯。所以你现在还在处理这个事情吗？就是台湾的这个协会每年还有会议，都是你回来负责还是怎么样？负责不敢讲了，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主席了，现在是一位王燕杰，就是中华电信的工程师，然后来担任主席。然后我们的团队还有像台湾大的易豪啦，还有综艺啦、Look 啦、Hank 啦、易平啦这些好朋友，然后甚至还有我们的那个我们叫什么，就是那个 steering committee 了，或 MSG 了 multi stakeholder group 的成员，还有国际的，像 Akamai 的 Camps， 他也是他也是 APNIC 的那个EC 咯 ，Executive Committee 的成员咯。然后还有像 APNIC 的Makito 啦，或 Cindy 啦这些国外的朋友，在帮助的。哇，很棒哎！所以你现在但是你还会回来吧？很方便。如果有办活动会回来，但是现在我可能就不敢说我在主办了，就是是大家团队一起在合作的。明白。但是新加坡有类似的活动啊，应该刚才你说的有 SG NOC 了。其实整个其实全世界的 NOC 最大的最有名的就是 Nano 北美的 North America NOC。然后欧洲当然也有 NOC， 但是呢，以区域性来说呢，就是因为说真的，亚太尤其东南亚各个国家其实都有 NOC， 像然后又因为国家很多，所以其实，在亚太区，如果我们上那个网站去看的话，其实大概每个月大概都有1-2个国家，甚至3个国家在办 NOC。OK， 但是新加坡我认识的只是新跳跟 StarHub，right？ 不，有很多的，我不熟了。对，还有很多其他的 ISP， 就是比较小的了，就是其实现在很多是 MVNO 的业者啦。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参与 NOC 的活动，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很多的 regional headquarter 都在这了，说真的，其实网络这方面，对，现在新加坡真的超级厉害。
对对对对。OK， 让我请教一下多一点，我想跟你学多一点。您目前在 Meta 对哪些技术或者是趋势，我不知道能不能讲了，就是你们特别的关注的范围呢？你如何几个问题我在想，如何面对全球化，快速变化的技术？现在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新的东西嘛。我之前经常我上次有分享，经常以前我都会看这个礼拜就是哪一个 AI 最好，现在我都不看了。等一段时间就跟每个礼拜都不一样。这现在 Gemini 3变化太快了 ，yes。然后就影片这一种，就照片这一种。所以你觉得，第一就是你现在一个工作上你怎么看最新的技术发展呢？第二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么多变化，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会这样选吗？就这两个问题，我应该分开来问。第一个 ，OK，你觉得呢？对了，如果因为我毕竟还是在 data center，就是 colocation 的说什么，对我来说，我们也有自己 self build data center，那个不在我的负责范围内。但是因为这个未来的 AI 的这个的需求 ，GPU 的 deployment，所以我们会比较重视的就是怎么样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 Pure Node 可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机房，就是其实可能我们的要求可能rack density 是5到10个 kilowatt 左右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在同一个位置呢，能够在享受同样的 Pure Ecosystem 的状况下面呢，能够未来我们的 equipment 如果 upgrade 要用 GPU， 怎么样在同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能够让这个 rack density 从5 kilowatt for example 提升到50个 kilowatt per rack， 甚至未来如果是 AI 的 GPU 能够用 Persif 或是 whatever 能够 support 到500 kilowatt， 在同一个 data center 里面，这个怎么做到？这个我们其实是蛮好奇也蛮有兴趣的。如果能够克服，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代表我们不用搬我们的hub 节点。那其实说真的 ，equipment 会更换，所以 equipment 换到别的地方是没问题。但 Pure Ecosystem 是比较难，这些 cross connect cabling 是很难搬的。所以我常在就是 data center 在看就看他们的 focus。如果他们 focus 在 hyperscaler， 如果是大的 scale 的话，那他们的这个 connectivity 的要求没那么多。但是因为我们在 Meta 来说，尤其是我负责这一块了，是 Edge Part，Edge Part 很重要，就是 ecosystem。所以如果要能够如果这个 data center 是很重视这个 ecosystem 的话，我们的 cross connect 就像是根一样 ，right？ 当一个植物在先发了根，其实你说这个植物能够移动是很难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弹性的设计。另外呢，还有就是当然产业趋势了 ，AI 啦 ，quantum computing 啦 ，quantum network， 甚至现在有一些像液态神经网络了，就是 liquid neutral network， 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认为啦，未来的在就是 bandwidth 的需求，或是那个energy 的 consumption 方面，在 AI 会是一个 bottleneck。我们在台湾就很明显了 ，right？ 你的 policy 有个 cap 在，那台湾的 cap 可能是因为 policy 关系呢，但是无论就算没有这 policy 关系，你的 power consumption 都不可能无限制的成长。对，那怎么样在降低？我们要维持同样 computing power 上面能够降低这个 power consumption， 这是我们很关注的事情啊。那然后最后再回到，如果说是如果重新选择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离开台湾的时间算是晚了。就是OK 呀，如果能够呢更早的接触到就是走到国际市场呢，更早的接触到这些国际的生态，这个应该会有更好的成长机会。明白。这个人生的遭遇很难说，这个可能只能相信每一个时间都是最好的，这样子。对，
快乐很多。对对对对对，这最好的决定了。对对，你刚才讲那个，其实最近我也跟很多学员我们在班上讨论，因为像你讲的，我们用5 kilowatt 一个机柜也用了很多年吧，现在跳到什么 GB200 已经爬到50个 kilowatt。那有一些研究的说，再过几年不知道了，就是过去到500个 kilowatt， 甚至1个 megawatt。所以如果我们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盖房，比如说中华电信，我跟他们有讨论，你传统不是在板桥一个很大的这个 IDC 嘛？但是你未来怎么盖？我自己的意见呢，就是你不能，因为刚才 power 是一个了，power 带来就是cooling，然后机柜的重量，对不对？ Yes. 那其他的保全那个就没有太大影响。但是第一个就是你劳面负债吧，因为电力跟一体冷却严重了，对不对？对。所以我给他们建议的是，如果你们现在有在新的data center，不要用老的方法，就是盖它几十层楼，然后很多空间，像你讲的 hyperscale， 小个，因为2、3年之后那个技术会变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盖可能2、3层楼，把它填满，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做，对不对？对对对，要有弹性啊，要弹性，你这样才有弹性嘛，你大楼不能随便改，因为你楼面负债嘛。比如说你以前是100个机柜，每个5 kW， 那如果变成50个 kW， 那个房间只能装10个机柜吧，对不对？如果是5个 megawatt， 只能装0.5个机柜吧。那你剩下来的地方只能就办公室，你刚才说租出去，我经常说在课堂上说，不如改做 KTV 吧，可能更多人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有 aircon。对你刚才说到台湾有限制了，就现在我的理解是5个 megawatt 就不能超过。但是我理解新加坡之前也是5个 megawatt， 好像但是几年前已经 lift up 在新加坡。现在新加坡开 data center 好像是不是 cap 在5个 kilowatt， 我不知道多少了。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要求盖一个 data center 是3个 megawatt，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理解是这样。新加坡。你说在新加坡新建一个 data center 吗？对，就是并不再需要小于5 megawatt， 我的理解是这样。好像是几年前改过来。对它你不妨看看。应该没有 rack density 的要求的 limitation 在了，但是新加坡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我其实3不5时也会 post 一些文章了，就是在新加坡是有 moratorium 的 ，moratorium 就是限电啦，就是限制。对，是这个。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每几年，新加坡前一阵子2年前呢开放了一次，给了4家业者，每个业者20个megawatt。哇，20个现在是，哇哦，对对，20个 megawatt 每一个 data center， 所以那时候也 total 80个 megawatt 嘛。但是说真的，以一个国际规模的 data center， 20个 megawatt 其实是不够的。像我们自己在新加坡这边起的那个 data center 就150个 megawatt， 所以20对他们来说是很没有经济效益，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拿就没有就在新加坡没有 data center 可以卖。对，所以他们得要拿。那现在新加坡政府也正在进行下一波的就是 call for proposal，CF call for application CFA， 它是要你要提出符合它的条件，甚至更好的条件来吸引它给你这些电。对，那我只听到有些人，因为新加坡又比较贵吧，他们新的就改到走后旁边去。因为过来就蛮方便的。对，是他们叫做就是 Singapore Overflow 的 plan。Overflow plan 不止到酒后，那你刚刚提到了巴丹、槟丹都有。那边有这个我就没有留意到。有的，因为毕竟那边近，所以而且那边可以用 cable 嘛，海缆是连接回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反而跟印尼之间比较没有这个connectivity 的限制了，但是 subsea 在那个在马六甲海峡这个小小的海域呢，如果你来新加坡就知道了，现在船是满的，
所以其实它的 cable car 的 risk 也是稍微高一点了，因为真的船班太多。哦，因为但是这个对你说，去久后就是可以透过那个路，对对对对，可以过去，但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之间是有这个 connectivity 的限制的，这我们可能之后可以再找时间讲了，就是互相会有一些就是 capacity 上的限制。哦，这个我这个不知道，因为其实像你讲，在过去那条桥在乌兰过去而已嘛，其实你拉这个 fiber 过去是很简单的事情哦。但是如果有就是 bandwidth 上有限制，OK，对，哇哦，其实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任何国家都会这样想了。如果因为我的地小没有电，然后我就让造成我的邻国呢有电有地，来马来西亚对对这么大，对对，对，然后呢把我所有数据中心的生意都抢过去，怎么办？哦，有道所以呢，理。所以新加坡政府的确是有在做一些管控了。好，不如我们聊点轻松一点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哎，那你到处跑了这么多地方，你觉得你的生活上适应怎么样？台湾跟啊，香港、新加坡也不太一样吧？你觉得呢？对对对。对，因为都住过一段时间嘛，就是当然台湾是是我的家乡了，那香是是，港也对我来说那时候相当于第二个家了。那嗯，新加坡现在是第三个家，每个地方真的是都有特色的。就是是是，在香港呢，就是你也很清楚啦，香港有山有水嘛，来就对，是很近就可以到挺高的山了，一是千多。是是是然后呢，香港的规划也很好的，就是到从山上呢要到城市，其实也是很近的，是是，很方便可以到。那所以在香港，就是我的生活呢，就是像骑脚踏车啦，就踩单车哦啦，然后航山。也才当谢谢，对对对，所以航山啊那香港的山跟台湾的山很不一样。台湾的山呢，因为规模都比较大，right？然后是又因为那个土壤的关系，香港的山上面就是比较高大的树林不哎多，都是矮的嗯 部许。但是在，OK，台湾的山很容易就是一进到山里就是高大树林啊什么是的，是是，比较像是有点像是这个新加坡这样的，就是东南亚的这种的雨林的感觉，但是温度就不一样了。台湾的对一进山对对，就很凉，在新是，加坡呢，你进了这个树林区呢，还是闷热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赤道国家，它是北纬1度的国家。啊，对对对对，然后新加坡又没山了哦，所以新加坡很有趣的是，你只能够我们说去 hiking，其实就是一个健行而已，根本就是不能说是爬对对山。对，我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也见过人跑步，我啊，我走路都很热，我说你怎么可以在哪里跑步啊？这习惯咯。太厉害了吧！对啊，对啊，他们从小在这边生活的，就是这真的是文化上的差异了。我觉得是，还有一个很值得就是大家提出来讨论的，就是我们在台湾呢，哎，像例如 Leo，你是香港人吗？我问你啊，你是什么时候会提灯笼？什么中秋节啊，节日？中秋节啊？中秋节，对啊，你在台湾有看过中秋节提灯笼的吗？对啊，我来到才发现中秋节在台湾是烧烤节，烧烤节对，然后台湾什么时候会提灯笼呢？你有注意吗？好像没有见过了，要不就是台湾鬼节。是在一月农历1月15哦，元宵节对对对，元宵节，会提灯元宵节，笼，也，中秋节是不提灯笼的。这个我是离开了台湾，我才发现，哎，原来广东的习俗是在中秋节提灯笼，新是，加坡也是的，但对是啊对啊，台湾不是的，台湾是在那个元宵节提灯笼。就这个文啊，化差异你看都是华人的文化来，对对对，蛮好玩的。竟然差这么多。而且我好像听说现在在台湾过农历年那个气温淡了一些。对对但是如果新加坡之前我在农历年附近，我在新加坡去流切水，流啊，对，切水不是长安街嘛，加拿大，到处都对对对是灯笼，那种对。挂灯那种很多。
对，现在我觉得我知道了。这个就跟我觉得这是一个补偿心态了啊，就是在新加坡毕竟虽然是华人，但是又离中国这么远，所以是就像有点像是在异乡的感觉的，就啊，会特别对对对对对强调你的文化。对，对，所以在新加坡真的是很特别强调，是华人哦，毕竟占了70%，就是还是很强是调是是华人文化，甚至比我在台湾的感觉，就重视华人文化的这方是面都是是。还要更为重视。不过我老实说，我也觉得有点可惜。嗯，就因为以前年轻刚开始去新加坡的时候，刚才说跟他讲什么话都 OK 的。嗯但是现在跟很多新加坡的朋友，他们说新一代全部是变成英语了，，yes，没错，对，变成写中文就不能了，不行了就，yes，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干，老实说，因为他是独立，以前就离开中国的一对，种人，所以老实说，你说他多文化，讲英语什么都 OK，他其实呢就你跟他们熟了，其实他不能单讲某一种语言的，大部分时间对不对？华对，语完全讲一个 seminar，他们不 OK。对，不 OK，不 OK，yes，英中转来转去嘛，这个我觉得慢慢的消失了那种华人传统菜，有些没有，有些夸灯笼，但是剩下来就全英语咯。我觉得唱对。中文歌都英语挂的怪怪的。对对对，那就不用讲，新加坡的 Singlish 也很那个对啊很特色。，Singlish 呢很好玩呢。even 你讲 English，很多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人，可能不见得听得懂的。因为我起初过去也是哇，搞 Yes，什么鬼呀？Can 对啊，啊，can please 嗯 kill 嗯那种啊，这是怪怪的。不，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乐趣的，就是不同口音混在一起是蛮好玩，yes yes，啊。对，OK，哎，如果最后如果你觉得年轻人现在读书出来，我想讲的原因是想听你的意见，因为我碰见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他们读书出来根本不考虑他们自己适合做什么，他只是想去台积电，因为工资比较高。但是对吧？但是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可能性的，所以你觉得对未来发展，除了半导体制造业，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开放的市场，年轻人可以考虑的机会呢？呃，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台湾的特色啦，还是在文化的底蕴是比较深的，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人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善良跟文化的这个很棒，方面，然后对，加强英语，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到跟国际接轨，然后又能保持自己的是，特色呢？其实其实就要从就是语言上的优势，然后呢就是要自是，己要培养，因为毕竟台湾比较没有那个环境，所以自己嗯，真的要加强自己的语言，然后呢，是，然后再包含就是保持自己的，就 even 是我在新加坡或是在香港，大家对于台湾人的印象也是台湾人是诚实的、认真的、对对诚恳的，然后对，是不会善良的，对善良的，对不会善良的，欺骗。那这是，些是我觉得是台湾人 by default 的优势。那这嗯个要保持。然后当然就是很重要，就是你在学任何的技术的时候，同时要兼顾到commercial，就是商业的视角。然后呢，很重要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要能够真的要开放、同理，要能够有全球的观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访问了几个嘉宾，就是大家的统一，最后啊，其实善良很重要。嗯，就是对同理心上来讲，这访问这很多都是比较就是比较有经验了，大，yes，家都是同一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比较读书出来，他们只看到哦，我有做这个工作有赚钱，但是其实你有网上多多少少你有考虑其他人吧，对不对？那如果每天都这样子，没有很难合作啊，这样。是是是是，就是善良很重要。我们希对望就更多人把世界变得更好了。对对对对对，这个最重要。嗯，好啊，哎，那我今天就
超感谢 William，希望你一路顺利。有机会如果回台湾，我们就坐下来聊聊，喝杯咖啡。好的，好的，好的。年底如果过去我过去就找啊，你喝果啤跟白骨碟啦。好啊，来，欢迎的，欢迎的，来新加坡玩。OK，谢谢谢谢。OK，Have OK，a nice weekend，OK，拜拜，拜呀，thank 拜，you，thank you，拜拜，拜拜，Leo，拜拜，拜拜。拜拜。